用什么来包裹起我们共度的岁月？是滚烫的泪，还是痛快的干杯？落泪会憔悴，干杯容易醉，最好把它留在日记簿里，慢慢地回味。应该用什么来包裹起我们共度的岁月？是滚烫的泪，还是痛快的干杯？落泪会憔悴，干杯容易醉，最好把它留在日记簿里，慢慢地回味。总有一天你会发觉，唯一只选择最美的一页。那些未开的蓓蕾，只是青春的另一个注解。应该用什么来包裹起我们共度的岁月？是滚烫的泪，还是痛快的干杯？落泪会憔悴，干杯容易醉，最好把它留在日记簿里，慢慢地回味。总有一天你会发觉，唯一只选择最美的一页。那些未开的蓓蕾，只是青春的另一个注解。下课的钟声常常带给人许多不同的感受，有时候是一种轻松的解脱，有时候却是一种失落的茫然。但是对于马上就要毕业的人们而言，却是无忧无虑学生生活的休止符。在悠悠扬起的回忆歌声里，我忍不住想告诉你一段用青春岁月谱写出来的故事。